来到勾勾公好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明华。A 姐，我最近在学乌克丽丽，可厉害的呢。那赶快弹一首给我听。下一次好了，今天不要占大家的时间。我看你是还没有学会吧？干嘛拆穿我？不过呢，我真的觉得啊，学 ngohi 的人啊很不简单。但是乌克丽丽呢，算是比较入门的款式哦，它不用太深的乐理，而且和弦很简单哦。ngohi 呀，就是乐器，没有错哦。人家都说啊，学一项乐器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，而乐器弹奏出来的音乐很好听，这音乐就叫做音乐。音乐就是音乐了。那其实我觉得弹钢琴的人真的好优雅哦，而钢琴就是公琴。其实我真的很想学钢琴耶，现在学呢不知道会不会太晚哦。公琴嘛，就是钢琴的意思，没有错哦，绝对不会太晚。凡事只要有起头呢，就不嫌晚。有人说啊，活到老学到老喽，所以今天赶快要教给大家的都是开心学钢琴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欢喜学钢琴，欢喜学钢琴。今天勾勾公好发呢，就带大家好好的来欣赏乐器的演奏哦。哇，小琪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刚刚看你们有人打鼓，你现在又弹公琴，对我来说都太难了，因为我没有音乐细胞哎。你可不可以介绍我其他的乐器呀？好啊，那我们去看看吉他，你喜不喜欢？小琪，我觉得公琴太难了，不过吉他这个乐器呢，我觉得我可以。乐器不难，你可以试试看哦。明华，你最后到底决定了没有？到底要学什么乐器啊？我跟你说，钢琴真的太难了，所以呢，我决定要学吉他跟乌克丽丽了。还学2样不少嘛，希望你不要3分钟热度，我下次要验收。没问题，不过呢，验收之前，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首先要教大家的就是乐器了，乐器呢叫做乐器。乐器就是乐器的意思哦，而乐器弹奏出来的音乐很好听，就叫做音乐。音乐就是音乐了。那我觉得弹钢琴的人很优雅哎，钢琴叫做公琴。公琴就是钢琴的意思，没有错哦。今天最后要帮大家复习的就是开心学钢琴这句话，应该要说的是欢喜学钢琴，欢喜学钢琴。今天勾勾公好发，预祝大家都能够好好学起一项乐器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